盟官员们4日表示，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外交争执已经危及一项重要的投资协议。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告诉法新社，该协议被搁置，尚未批准。东布罗夫斯基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暂停欧盟委员会与该协议相关的政治宣传活动。在目前的情况下，欧盟对中国的制裁和中国的反制裁，这当中包括对欧洲议会成员的制裁，显示环境不利于批准该协议。”今年3月，欧盟因中国破坏东突厥散维吾尔人与其他少数民族而对其实施制裁。这是自1989年6·4事件以来，欧盟首次对中国进行人权制裁。北京立即作出回应，宣布对欧洲议会成员和其他人士进行反制裁。近几个月来，各界对这项投资协议提出了质疑，专家和人权倡导者呼吁欧盟放弃这项交易。星期三，七国集团外长在举行了2年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议后，呼吁中国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七国集团在举行了2天的外长会议后，发表长篇公报，谴责发生在东突厥散和西藏的侵犯和践踏人权，以及中国任意胁迫性的经济政策。联合声明说：“我们呼吁中国依据其国际和国内法所规定的义务，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联合声明说：“我们继续对在东突厥散和西藏的侵犯和践踏人权深感关切，特别是对维吾尔人、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打击、大规模政治在教育营网络的存在和有关强迫劳动与强迫绝育制度的报告。”新西兰国会星期三无异议通过一项议案，确认东突厥散发生严重侵害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事件，但议案避免使用种族灭绝一词。新西兰国会所有政党讨论了由行动党提交的上述议案，提案内容在删除种族灭绝一词后一致获得支持。新西兰行动党副党魁布鲁克·范费尔登在国会表示，为确保获得总理阿德恩领导的执政党工党的支持，他必须删除种族灭绝一词，改为严重侵害人权。范费尔登补充说：“如果我们相信那是种族灭绝，我们的良心一定会要我们说出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对中国为改变南海和东海现状而采取的单方面行动深表关切。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是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作出上述表述。七国集团外长会议4日进入第2天议程，探讨了中国新局势。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对于中国在丹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以及香港和东突厥散的人权状况表示了严重关切。他对于今年2月开始生效的对于中国的新海警法表示担忧，认为该法可能对该区域各海域的安全造成威胁。此外，他也对受到中共侵犯的东突厥散穆斯林人权以及香港局势表达严重关切。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麦克霍华德发表声明说，预计中国长征5B 导弹将在5月8日左右进入地球大气层。霍华德说，导弹向地球大气层的精准进入点只能在其返回后数小时内确定，但第18空间控制中队将提供有关导弹位置的每日更新。通过太空轨道网站，麦克道维尔解释说，由于导弹的移动速度即使在条件上有微小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弹道，但这一点上几乎不可能确定碎片的前进方向。长征5号 B 火箭搭载中国太空站天和核心舱，4月29日从海南省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进入低空地球轨道，但火箭核心节并未像一般使用过的火箭回到大气层，落入一个划定的范围。